大家好，我係天機師傅。開運師弟初初學風水時候問過我呢個問題：屋企窗前見到一條河，點解唔單止冇發財，仲不停破財？好多人都知道風水上啲水代表財運，但如果條河係污水渠、臭水溝，呢啲就唔係財，而係破財水、病符水，再加是非水。呢啲情況，即使財星飛到窗前都冇用，反而會引嚟小人、是非同投資失利。解決方法，首先要將污水河嘅衰氣隔走，再轉化為財氣。或者大家問具體要點做？長期拉上透光紗簾，唔好直接望到污濁嘅水面，同時保留陽光入屋，咁就唔怕陽氣唔夠。然後響窗台擺放一對銅貔貅，投向窗外，用意係吸水兼轉化晦氣。仲有窗邊要加一盞長明燈，用光嘅正面氣場去淨化污濁。如果你窗前係臭渠、地盤積水或者其他污穢水源，想知道點處理，可以留言問天機師傅。拜拜。